即个消极科的医生吼，林永嘉医生来甲咱分享，以这个消极专科方面来看这新冠疫苗啦，吼这真专业的议题吼，咱就甲时间交互永嘉医生吼，好。多谢孟慧老师啊，当选长啊，多谢大家做伙来听我分享这个主题。今日我阿母嘛有来带过来的朋友做伙来，真多谢。这个主题啊，讲新冠肺炎啦，就是即马足呛的一个议题啦。因为为2019年啊到即马有2年外的时间，就这流行病拢咧流行济啦。大家生活嘛受到这个足侪影响，像讲有一段时间就袂当出去食饭啊，一定爱提早啊，爱包起来袂当出国啊，你可能大家拢踮厝足闲的，拢足想要出国的。介绍一下，我家己，我是伫台北出世大汉啦，为国小啊到大学拢是伫遮台医学的是我的大学啦。读了以后继续伫台做一小儿科伫台儿童病院做带医师的训练，5档的时间。后来是3年是小儿科，3年小儿专科结束以后选副专科，就是小儿科分较幼。后来我是选心脏科，心脏科结束佫有1年的动静啦，就是照顾囡仔伫加护病房的囡仔，病较重的。后来就是5年训练拢结束了，就去台算上大的一个分院伫分林嘛。分林有分做斗六甲虎尾2个所在，所以佫主要是伫斗六，带伊拢伫斗六。最近就有足侪囡仔就因为这个新冠肺炎带伊，前2年就那像拢无小儿科的代志啦，拢是大人，老的就病较严重。毋过今年就较无共款啦，这往年看，这流行以后足侪囡仔拢发病。好，我今日主题就分做这4部分啦。第一个就是病毒的新世甲演化，就是这病毒到底是啥物，伊是安怎演变出来的。伊有啥物会变来变去，讲有足侪变种。第二就是讲预防车出现，因为这个病是新的，新的病为啥物遮尔紧就有一种预防车会出来？以前足侪病去发明一个预防车拢足困难的，但是即摆就足紧，1年的时间就甲预防车做出来，佫足有效。到底预防车是安怎叫做有效？为啥物预防车打出来的时阵，有人讲这做预防车为啥物死遮尔侪人？这到底是真诶来假的？即摆自那像嘛无代志啊。第3个就是讲快胎啦，加骨酸检验，这就是大家拢定讲这看病就是讲发烧爱去动鼻啊，动鼻到底是咧动啥物？到底是咧检验啥物？其实就分做这2种啦，虽然拢是动。但是动了会做无共款的代志，有叫做快胎，有叫做核酸检验，叫做 PCR， 用语就是讲 PCR。第4个就是讲新冠肺炎的动静，因为即摆大家上烦恼就是动静啦，会带加护病房的即种，性命有危险的。第1个就是讲病毒本身，病毒这个病毒到底是啥物呢？病毒。讲这个 COVID-19 讲这个新冠肺炎症状就爱先讲病毒到底是啥物？病毒这就是甲大家复习一个各种的成分，各种的成分就有讲这病毒就是一种足细只的物件，是偌细只，伊细只就是会当看正中下骹一张图，这是细菌，细菌这1 micrometer， 这 millimeter 就是1毫米啦，就是1 mm， 1公分的1/10。对，这个一个刻度就是1/10，这1/10，所以到细菌就是1/1000啦。1/1000搁1/10，就是到这，这是流感的病毒，所以是细菌的1/10，所以是足细只的。看袂到的，你用一般的探镜，你用显微镜拢看袂到，用啥物才看会到？
用一种做特殊的显微镜，叫做电子显微镜，才看会到。病毒是啥物个？病毒就是一种足细只会传染的物件。伊一个特色就是伊一定爱伫一个活的生物细胞内底，才会当复制。复制就是讲，一只病毒会生出足侪只新的病毒出来，这就叫做复制。就人当然毋是讲复制，但是人会生细只的，会生囡仔出来。伊生出来的方式无共款，但是伊无法度家己生。伊一定爱伫一个活的细胞内底，才有法度生。伊无法度挖去，伊家己就生出来。伊到伊的这个细胞，伊会先化过，这是我爱的所在，我介意的所在，再转过去到这个细胞的内底，因为伊需要这个细胞做伊的工厂，细胞就拿出伊的工厂，伊会做伊需要的物件出来。入去了伊爱家己的壳，就是那就是膜啦，就种油油的物件，那像。这油盐甲伊包起来，这是研磨，烫壳了，伊内底物件就会放出来。出来了一寡物件会叫这粒细胞，这粒细胞就哪像是互这粒病毒寄生伊会受到病毒的控制，会生产伊需要的物件出来，做足侪病毒的物件。这款物件会伫这细胞内底拢斗起来，就斗这足侪只的病毒。后来就是。这个病毒会个弄出去，就做出足侪新的病毒出来，这就是伊的一生。这款足奇怪的病毒出来，佫遮尔凶、遮尔厉害，会传互遮尔侪人。可能是我伫遐咧研究的迄个实验室漏测出来，这有人咧药啦，可能是。迄阵伫武汉，从头伫武汉，后来就。因咧人会走来走去佫迄阵拄着过年的时阵，全中国就是为武汉传起足侪伤，后来就全国拢是。迄阵发生一件足大的代志，就是迄武汉的封城，就大家人拢无法度为武汉出去。但是无可能就是敢若封一个所在。但是你无法度甲所有人完全拢限制，所有人拢无走出去，绝对无可能的。所以后来这伫甲午的时阵就传起足侪国家，东亚的国家，美国澳洲韩国、日本、泰国、台湾嘛有。我会记迄阵伊甲午就是咧过年的时阵，迄阵我去进值班就有咧讲若是你看到。有人为中国的武汉转来的，你就要较注意哦。若是有一寡症头发烧若是有感冒的症头，你可能就爱家己验看卖伊是毋是即种病毒伫的。后来就愈讲愈济，毋若伫武汉，佫啥物可能啥物南京嘛有啥物中安嘛有是周围就足侪所在拢有愈来愈济嘛，毋知影到底倒位人爱验全中国转来可能拢爱验毋过有诶人嘛无一定直接去中国转来，可能去香港还是去美国遮转来，这你嘛无法度知影。所以到2月时阵，这就是传遍全世界全世界拢有你真正完全拢挡袂掉。但是迄阵因为台湾发现的较早，所以就甲国境封锁起来。迄阵就是大家人入来，全部拢爱先隔离一段时间，所以防守较好。较少病例入来台湾。发现即种病毒的时阵上头病毒的一种冠状病毒，迄阵的 SARS 虽然大家拢讲 SARS 伊的全名其实是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伊这足长的，大家拢袂记，这足歹记的。迄阵的 SARS 叫做第1型啦。即摆因为这两种足型的，所以就叫做第2型。英语嘛是叫这就是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就是 SARS-CoV-2。这 SARS-CoV-2 就是伊的学名，学术的名就是叫做 SARS-CoV-2。好，但是后来佫发生一件代志迄阵因为管制这世界有寡流行病疫情，一个机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WHO 就讲，袂当叫做武汉肺炎哦，因为迄阵中国就咧抗议，就讲你叫做武汉肺炎，就代表讲即种病毒是自武汉出去的，安尼对因是歧视，所以 WHO 就讲袂当叫做武汉肺炎，叫做啥？叫做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安尼叫，即嘛落长的名。英语就叫做coronavirus disease， 是 COVID-19， 所以就叫做 COVID-19。COVID-19 就是为即个名来的，所以才叫做 COVID-19。有些人拢知影伊的简称就是 COVID-19， 但是这就是即个名。好，但是这就是足奇怪的一件代志。为什么叫做武汉肺炎就是歧视？日本脑炎咧，日本脑炎敢毋是歧视？西班牙流感咧。这19唔知影偌济年，1910几年，可能是迄次大战的时间。对，迄阵有一波疫情，就是叫做西班牙流感。非洲猪瘟咧，前几年就一直咧讲，非洲猪瘟啊，有非洲唔知影在藏伫咧猪肉内底，所以唔管是青也是熟的肉，拢袂当炸过来台湾，因为这内底会藏即种病毒。对，叫讲麻啊，会出皮，因为麻啊，叫讲的。香港脚咧，香港脚嘛是啊，这敢是对香港的歧视，就唔知影伊的标准到底伫倒位，可能就是伫中国，因为中国抗议，所以就袂当叫做武汉肺炎。好，这就是较高水的度啦，就是冠状病毒较高水的度，这是电子显微镜翕相来的图。当然，这个色不是真的，这个色是人工来测色的，因为安尼看较好看啊。这翕相应该拢是黑白的。这粒这意义的到底是啥物的？这意义的是伊的脂包膜，脂包膜。这是一种算油油的物件啦，甲伊包起来。这会当甲这水分给含起来底。外口这擦擦的物件就是两白质，这两白质是一寡有功能的物件哦。这功能咱像是讲，伊会当甲这细胞掠过来，但是咱人把这个细胞是伊需要的，才挖过去。各分做就讲这包膜顶管的，这就是叫做衣服镜，就是包膜两白。这膜两白，脚两白，其中为啥这写红色，就是讲这上重要，就是脚两白。用迄叫做 spike protein， 这脚两白上重要，为啥物？就是这脚两白啊，就是人的细胞认捌这种病毒的物件，伊有这个人就知影讲，这粒病毒是毋是家己的，这是外来的。所以人的抗体嘛是对抗这个脚两白。所以为啥物抽血会知影你身躯内底到底有这种抗体无？就知影讲，你可能是有感染过，还是讲你注过预防针有这种抗体，你有免疫力。这脚两白就是上重要的。伊的微传物质是 RNA， 就是正链单股的 RNA。RNA 就是这就是高中生物讲啦，这就是微传物质啊，有 DNA、RNA 两种。DNA 是上古的，咱像迄小仔条，RNA 嘛是咱像小仔条，但是小仔条的其中的一个尔，毋是两个的。逐种生物拢无共款，像讲人是 DNA， 但是病毒有 DNA 有 RNA 拢无共款。伊电子显微镜真正照起来是生做安尼。为什么号做冠状病毒？就是因为这图生做哪像是这疾病，就是日头就是予月娘这压起来的时阵，伊的边会有这种冠状的物件，就是叫做疾病。所以伊号做冠状病毒，哪像是鼻腔冠这种感觉。好，即马。就是咧讲，今仔日标题啦，为阿尔法到欧米伽，阿尔法、欧米伽这到底是啥物？伊就是这种病毒的变种。上头这头起就是这
原始的武汉株，这就是上原始的病毒，伊叫做19A。为什么叫19A？就是2019年的意思啦，所以叫做19A，A 就是上头的嘛，就是19A。后来伊这个病毒会变来变去啊，伊会突变，伊会变做小可无共了，无共，迄病毒就是足够有变化的。后来就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到前一阵仔就流行这 Delta。大家毋知影会记旧年底的时阵，以前讲 Delta， 因为 Delta 这足凶的啦，就是当前足济得病的人足济人拢住 ICU， 拢住加护病房，这就是 Delta。即马为今年开始就拢是 Omicron，Omicron 嘛是为遮开始其实 Omicron 内底佫有分做啥物 Omicron 的 BA 偌济 BA 2啊、4啊还是5啊，变来变。这到底是啥？就是其实一开始嘛，毋是用即种希腊字母去号名的。一开始阿尔法出来的时阵，咱看阿尔法伫倒位？其实伫遮阿尔法出来的时阵迄阵是伫英国发现的，所以甲伊叫做英国的变种。但是你即摆讲袂当叫做武汉肺炎，但是你叫做英国的变种，安尼对英国就足无公平啊！后来个 Delta 出来的时阵，叫做南非的变种，大家拢袂记是武汉出来的。敢若会记是英国有变种，南非有变种，大家就知影这病毒是英国来的，还是南非来的，拢毋是中国来的。所以这WHO就讲好啦，规气啦，就拢莫用地名啦，拢用即种较中性的，就是用希腊字母。所以第一个出来叫做阿尔法，再来是贝塔、伽马、Delta、Epsilon， 安尼落去。但是就到遮的时阵到Mu的时阵。落过两个，这 Mu 加 Z 拢无，后来就到 Omicron， 后来讲奇怪，为虾米呢？后来伊的解释是安尼啦，伊的解释是讲，为虾米落过 Mu？ 是因为这 Mu 的发音就改成是英语的 New 就是新的，所以这意思大家会唔对去讲这是新的虾米物件，所以就落过这。奇怪，为虾米这后壁这 C 嘛不爱用？伊就讲因为这就是足侪人的姓啦，所以就是安尼对因较歹势。到底啥人的姓是对中国就是领导伊的姓啦，所以较歹势，袂当用，袂当用，所以就后来变成 Omicron。若是无人过即摆流行的应该就是这啦，对吧？这个迄系列的用完了未？后尾有，而且希腊语还佫足济啦，但是因为即摆到 Omicron， 所以就写到 Omicron。伊个字母总共偌济？总共我毋知啊，上少有20几个啦。英语20啦嘛。对，应该差不多啦。虽然有遮尔侪变种啦，但是毋是逐个变种拢会足流行的。有一寡变种较凶，有一寡就是流行一阵一个地区，后来就无全球的流行。这19个是原始的，后来阿尔法、贝塔、Delta 加 Omicron， 这4个是较流行的。伊有啥物变化呢？上头这19A 是中国武汉，后来英国、南非、印度，Delta 是印度，拄则讲毋对，其实贝塔才是南非啦。Omicron 是南非发现的。伊有一个足明显，就是伊的传播力，就是伊会传的能力，就愈来愈强。但是原本的即种19A 是1倍，这阿尔法就是1.3到1.5倍，后来2到2.5倍，4到5倍，12到15倍。所以即摆 Omicron 已经是原始的19A 的12到15倍的传染力啦。所以拢挡袂掉无法度一开始要有法度用足严格管制，就是互即个病莫传出去。但是到即摆 Omicron 你真正无法度但是好佳在，
只只Omicron 就是症头较轻啦，虽然会着人足济，但是真正重症的比率是较低。若是以前的阿尔法迄阵啊，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会着的人啊，伊闻物件会无感觉，所以迄阵有一个较笑话的代志，就有人会本来就爱食的物件，伊就闻着，为虾米我拢闻袂着，无感觉即个物件就好食。结果就去病，伊才讲就病啊！但是到即马，这Omicron真正无法度，因为伊无一个足特殊的症头，无法度用你的症头就知影讲你是互即只 COVID-19 袂着。伊的症头拢甲一般的感冒完全共款，所以完全挡袂着，你嘛毋知影即只是伊着即个 COVID-19。所以即马就主动传播的效果是足歹的啦。但是好加在重症嘛较少。这是2021年的正月，2019年12月是为中国开始嘛，2021年正月到全世界，迄阵啊，为迄阵开始到今年的正月，流行的变种的度啦，会当大家看到，像阿尔法，前一阵啊Delta， Delta 就快，到去年12月开始到今年正月就是 Omicron， 到即马拢是 Omicron。台湾嘛是差不多，嘿。Delta 足少的啦，Delta 就只。屏东迄个 Delta。Delta 对，屏东的 Delta， 对 ，Delta 无伫台湾足流行的。这是台湾的啦。其实台湾到即阵啊以前，较无遐尔准，就是讲伊有看到即寡变种，但是伊迄阵啊，台湾就是挡甲足好诶。所以病例是足少诶，所以虽然看到即个比例是悬诶，但是其实即病例无介济。但是趋势啦，甲美国是共款，但是比美国较慢一点嘛，因为到台湾时间较久。但是嘛是为差不多今年正月开始，正月以后就是 Omicron 达到较济，到即马全部100%拢是 Omicron 啦。所以阿尔法就是较严重，但是较袂传。即马的 Omicron 就是轻症较济，但是较高传。所以做防疫的时阵，防疫的政策嘛会无共款。对一个较严重的病，但是较袂传，迄个时阵就爱做毒，就是甲伊上好是挡伫国外。若真正互伊入来，你就爱甲伊隔离较长的时间。对接触者嘛爱甲因开检，看因到底有着病无？因为即种病毒伊伫开始有症头进前就会传，所以可能就爱伫无症头的时阵先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人伊嘛有可能有着病。嘛有一点就是限制人流啦，莫互人就是莫走出去，莫出去耍啊，莫出去食饭啊。人若拢闭伫厝诶，较袂出去，当然就较袂传。但是即摆 Omicron 因为轻症是较济，你家挡嘛挡袂牢，所以就爱用准啊。自主管理就是你家己着病，你家己伫厝里就好，就是尽量莫传互别人，莫喂互别人。治疗重症啦，治疗的目标就是重症，毋是所有人着病的人是足济。但是若是一般的病即毋是讲足严重，就哪像是感冒人为着感冒就爱用一大堆治疗，毋免你感冒就处理，食一寡即个有症头的药食就好啊。所以当然对即种轻症毋免用嘛，毋是讲毋免治疗但是毋免用专门的药去治疗，因为即像是感冒但是对重症就爱，对比例较少的重症就是爱。维持中正嘛是最重要，因为你若是一直限制，大家拢袂当出去，足侪店拢会倒去，你旅游业嘛会倒去。好，讲着为虾米病毒会突变，为虾米病毒会改变，为虾米有变种啦，应该安尼讲。这就爱讲到，这嘛是高中成分的啊。分子成分中心发作，为什么有突变？病毒这到底是啥？为什么病毒会做会出来？其实一只病毒是讲一个人嘛是啦，
拢有一种密码伫身躯内底，啊，就若像是一本册，啊，即本册就一本册放伫遐，你无去甲伊读出来，这嘛无路用。啊，但即本册就若像是有写一寡信息，有密码伫内底，就是人，若是人啦，就是 DNA。这 DNA 是气氧不同不生，啊，内底是有几个有共生 ATC， 即个 ATCG 4个就是伊的密码，啊，伊的组合无共款，伊就代表无共款的意思。这就若像一本册，啊，但即本册啊，足大本的，像讲这100本的百科全书，啊，但是需要的时阵，你毋是爱甲规本册拢摕落来。你可能干那爱读其中的一部分，像讲你对啥物有问题的时阵，你会摕其中的一本、其中的一章摕来读，啊，这就是迄嘛样的，就是叫做信数的不同不生，这就是叫做抄本啦，把伊的一部分抄来，这就是其中的一段，啊，把这段做出有功能的物件，这就是两倍质。大部分啊，伫生物内底有功能的物件，拢是两倍质。这两倍质有几啊种功能，可能就是甲一种物件变做无共款的物件，还是讲，互伊摕到伊需要的物件。像讲人的血红素就是一种两倍质，啊，这种两倍质会甲上手为细胞炸起全身躯，啊，这就是伊的功能。啊，迄嘛是一种两倍质，啊，但是做血红素的物件做血红素的密码，就是伫 DNA 内底。啊，需要的时阵摕迄段落来，啊，做出血红素出来。啊，病毒嘛是安尼。啊，但是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就重大出现，像讲，像拄则讲这密码啊 ，AUG、AUC 这讲到困去，啊，突变就是安怎？就是其中一个，像讲其中一个本来是 C， 啊，伫这复制过程啊，变做本来是 C， 那会变成 A 啊，啊变去了后啊，伊做出的氨基酸，就是做两倍质的原料嘛会改变，啊改变了，即个两倍质的功能就会无共款，伊可能就即个两倍质的功能会较好，会较歹，拢有可能。可能像讲，若是血红素一个两倍质。其中的一个氨基酸有改变啊，伊可能会功能较好，就是炸较侪上手。啊，嘛有可能较歹，就是讲伊较无法度炸上手去全身躯，这就是突变。啊，即马咱看这 COVID-19 就新冠肺炎的病毒，伊为上头开始啊，就是一直变，到底会变做啥物？毋知大家也记19即摆应该是12年前的 SARS 啊 ，SARS 迄阵啊流行一阵啊，就无去啊，可能2、3个月后来就真正拢无啊，无看到 SARS 啊。啊，为虾米呢？因为迄阵啊 SARS 就是足凶的，啊，足侪人着病就会死。啊，但是哦，咱伫较头前的时阵讲过，病毒是一种足特别袂当讲伊一定是生物啦，一种物件。这种物件一定要挖克我的细胞，伊才有法度做出新的病毒。所以若是互伊画着的人会死去，伊安怎？伊嘛死啊！所以这就毋是一个好的策略，安尼无好，因为伊虽然足厉害的，啊，但是人嘛死，伊嘛无啊，对。啊，所以上好是安尼，上好是咱像这流行感冒，流行感冒大家逐年拢爱煮。这流行感冒的预防针，为虾米伊会变来变去？啊，伊若是拢共款，人就会认捌即种病毒。啊，预防针嘛，互人认捌即种病毒。啊，逐年你一年住过去，若是拢无改变，伊第2年以来的时阵，人就会有抗体甲即种病毒拢杀死。啊，你即种病毒要安怎活？所以就一直变，一直改变。啊，改变到人佫无法度认捌即种病毒啊，所以佫爱做预防针。啊，伊直改变，但是伊较袂甲人杀死，安尼伊就一直活落去。所以啊，即马即种SARS-CoV-2就是新冠肺炎的病毒，就愈来愈会活进即种流行感冒的哪像是流行感冒安尼。啊，这其实就是演化啦。
演化意思啥物？演化意思就是像讲拄只即种病毒会一直突变，即种突变其实是无意义的。伊咧复制过程啊，就会重大，一定会有重大，伊就变来变去，变出一寡有诶较好诶，有诶较歹，有诶功能较好，有诶功能较歹，有诶可能变就死去啊，拢有可能变出一大堆有诶无诶。但是就有环境压力，环境压力就是天敌。天敌、选择、天敌，天敌就是啥物？天敌就是就讲，伊爱寄生伫人诶身躯内底啊。当然人嘛，就是讲随在伊寄生啊，人嘛有迄免疫系统会甲病毒杀死啊。伊若是伤肉骹，当然伊就嘛无法度活。因为伤强啊，把甲人嘛拢杀死，安尼伊嘛无法度活。所以做甲拄好。对，所以做一只病毒嘛，不是好做。好，再来第二部分就讲到预防射。预防射是啥物？为啥物预防射有效果？这就要为人的免疫系统讲起。名词的介绍，抗原，抗原是啥物？这种是抗原，就是咱身躯外口的一种物件。人会知影，即种物件毋是我家己的。即种物件入来人的身躯内底的时阵，人会对抗即种物件，知影这是敌人，我要甲伊攻击，这就是抗原。通常大部分的抗原拢是两倍质。伫即种病毒就是 SARS-CoV-2，伫 COVID-19 的病毒身躯中的极两倍，就是伊的抗原。人会对抗即种病毒的，认把即种两倍质，知影这就是即种病毒的物件。免疫反应还佫有足侪种，其实毋但有抗体尔，有先天性的，有后天性的。啥物叫先天性？先天性就是变恶的啦。你即种病毒也是即种细菌来人的身躯内底的时阵，伊就开始攻击即个外来的物件，就讲白血球、扩张性的白血球，吞噬细胞，就甲外来的抗原，即种细菌也是病毒吞落，伊就死啊。这就是先天性啊。后天性的是啥物？后天性是讲人生出来时阵无即种功能，但是这爱学，伊爱学会晓，知影讲这是外来的物件，豆才产生有即种免疫反应的。伊佫分做两种，这通常拢是淋巴球，一个是体液免疫，体液免疫就是B 细胞，伊是会产生抗体。注预防射就是想要身躯内底产生抗体。另外一种叫做细胞免疫，细胞免疫嘛是后天的，但是伊是用细胞，细胞就是人把受到病毒感染的细胞，把这个细胞杀死，杀死家己的细胞，但是这个细胞是已经着病，但是因为病毒一定爱伫细胞内底才有法度复制，所以甲这个细胞杀死，病毒嘛无法度活。抗原甲抗体，就若像安尼，抗体啊，伊的形状就是一个 Y 的形状。伫 Y 的这咱是手机的，这上尾的所在啊，有无共款的形状。这形状会看，外来这抗原是啥物形状？若是形状共款，抗体就攻击抗原。或者若是认捌着这个抗原，这外来的物件就受着身躯免疫系统的攻击。但是若是即摆有一种新的病毒出来，伊身躯这个抗原人毋捌啊，这是新的人毋知影身躯内底无即种抗体，安尼要安怎？就爱互身体知影有即种物件伫咧。有着病的时阵，当然人会豆产生抗体，无着病的人咧，佫因为迄阵啊，你着病的时阵无抗体，所以可能就会较严重。所以有啥物方法互人身躯？伫着病进前就知影，这个外来的物件会伫咧哦，你先产生一寡抗体，那以后着病的时阵，较袂遐尼严重，因为迄阵我已经有抗体啊，伊个病毒入来的时阵，就当攻击即种病毒。所以这就是预防射，预防射就是先甲病毒的一部分，伊个抗原互人认捌，安尼就会产生抗体，安尼后摆。佮互人咧袂着的时阵，较袂遐尼严重。
啊，伊个历史其实足久啊，这可能即个人啊，特别伫遐小学是国中迄个嘛有看过啦，就是讲宜丰社的历史。第一个做出宜丰社的人啊，伊就是叫做 Edward Jenner， 伊是英国人啦，啊，伊有啥物会做出即种宜丰社呢？是伊是观察啦，看到迄阵啊，足侪女工咧织牛奶，啊，迄阵足流行一种病叫做天然珠，啊，天然珠足红的，即马全世界已经应该算拢无啊啦。天花。嘿，天花对，天然珠，啊，伊为虾米叫天然珠？就是有足侪迄个碰趴伫身躯顶，啊，织牛奶的女工。因较袂着天然珠，为虾米？因为牛有一种病叫做牛珠，牛珠就甲天然珠足像的，啊，这可能是即马看起来可能是同类的病毒啦，但是一个是感染牛，一个是感染人。啊，人卖互牛珠袂着，但是着病的时阵啊，较袂遐尼严重，症头较轻。啊，伊发觉着这女工啊，着牛珠以后就较袂着天然珠，伊就想讲，安尼我若是甲互健康的人啊，着牛珠，安尼伊是毋是就较袂着天然珠？啊，所以就甲伊的，毋知到底是卫生还是伫啦，就甲伊种牛珠。种牛珠就是甲迄个女工啊身躯顶着牛珠以后，迄个空喙啊，有人啊，甲这人啊种伫伊的手骨，啊伊着小可牛珠的种头，好去了啊，搁甲一个着天然珠的人，伊空喙的屁啊，种伫伊的手骨。啊，理论上啊，若是一般的人安尼种，伊可能就会着天然珠。啊，但是啥物拢无，所以就代表讲伊有免疫力。这若是即马你安尼做吼，可能会有人争。但是迄阵无即种啥物伦理的问题，你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对，啊，第伊就将做第一个做出预防社的人。互人写伫课本内底，啊，即马可能有人看晓。啊，预防社有足侪种，啊，当然像拄则讲的迄种预防社是足基本的，就是甲活的病毒直接种伫人的手顶，种伫人的皮肤内底，但是这真正是较危险，所以后来就有无共款的做预防社的策略，就讲有。这上基本就是用规个病毒，啊嘛有用病毒的一部分，就是你就讲抗原可能是身躯顶的一个物件尔，啊我就摕迄个物件就好啊，毋免规只。啊，嘛有人就是敢若摕病毒的遗传物质，即种物件注入去人的身躯内底，互人的身躯家己做出病毒的一部分，啊人就会认把即种物件做抗体出来。啊，规只的病毒佫分做4个。坏，啊个病毒载体，病毒载体就是讲用别只病毒，看这外口无共款，这是别种病毒，较无遐尼毒的病毒，啊甲内底注一寡物件，啊炸去人的身躯内底。先讲死病毒啦，死病毒的预防社，死病毒的其实就是大部分的传统预防社，因为我的伤危险嘛，所以我就甲病毒杀死。开始了，其实伊外口即个物件也是伫咧啊，所以人就会认捌即种两白质，就会做出抗体。上几个预防社像讲百日扫、A 型肝炎，啊，搁做诶小儿麻痹。新冠肺炎预防社嘛有人安尼做，啊，较侪拢是伫中国啊，有讲迄个国药科兴，啊，印度诶预防社，为虾米因会安尼做？因为较简单啦。伊就是甲即个病毒啊浸一寡药水，啊伊就死去啊，啊死去就当住啊。安尼讲是较简单啦，安尼差不多就是安尼。啊，但是就是制作的过程较危险，因为你爱甲活的病毒，你要做足侪活的病毒，才有法度甲伊杀死，啊这过程就有烧坏的风险嘛。啊，搁活的病毒。即马有一寡预防社是活的病毒，伊的效果是足好的，因为这就若像是自然感染，虽然效果好，但是这有着病危险，所以若是这个病毒足危险的，你袂使安尼做。啊，有啥物即马是用活的病毒做？上几预防社有像讲，去落的啊，去结核的，
就是 BCG 5个月的时阵住，以前是伫拄出世就住啊，即马伫5个月的时阵，轮状病毒，这是一种甲落屎有关系的病毒，即马是用食的。啊，日本脑炎，即马用住的，即嘛是我的病毒。啊，一面嘛3合一，就是麻仔、猪头皮甲结果麻仔3种做伙的。啊，水珠的预防针嘛是我的，这是1岁的时阵做。啊，以前啊有一点仔用迄食的、喙食的，小儿麻痹的预防针，这嘛是我的。即马拢是用做的，因为着小儿麻痹的人较少啊，所以即马是注死的病毒，较袂有危险。啊，再来是病毒载体的预防针，即马有一款新冠肺炎的预防针是安尼做的。病毒载体是安怎？就是讲，这是本来目标的迄种病毒，我甲伊的内底DNA 也是 RNA 一段摕来种伫另外一种病毒的内底。啊，这种病毒其实对人是无害的，伊袂对人造成啥物病。啊，像讲即马是用腺病毒，即马新冠肺炎 AZ 啊 AZ 这种预防针。啊是这Johnson J&J 美国的预防针拢是用腺病毒，而且是用生的腺病毒，伊袂感染人。啊，但是伊到人的身躯内底啊，伊会甲这信息，互人的细胞家己做出目标的病毒外口的卵白质，所以人身躯内底就会有这，啊，就是把这种物件做抗体出来。这是一种足巧的方式啦。以前的预防针无安尼做，这是第一种。以前咱传统的预防针无即种用病毒载体，伊的优点、伊的好处就是做出来较紧，真紧，无到1年就做出来。啊，但是缺点是啥物？就是中注效果会较歹。所以即马这像讲 AZ 啊，敢若会当注2摆，第3摆、第3针就袂注 AZ 啊，因为这毋是人的腺病毒。所以，你注第1摆的时阵，注第2摆，你注到第3摆的时阵，人其实对这种腺病毒嘛有抗体，伊嘛是另外一种病毒。啊，你注第3摆的时阵，人就知影啊，这种病毒毋是人的啊，就会攻击，所以伊就死啊。啊，伊死啊，伊嘛无作用啦。所以无法度注第3摆，这是伊的缺点。啊，过来就是促单元的预防针，促单元就种那规只的病毒，这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我就刚刚用伊身躯中的物件，伊的抗原注去人的身躯内底就好啊，安尼就无危险啊。常规预防针有几啊种拢是安尼做的，像讲这鼻腔肝炎啊，人的病毒病毒就是 HPV， 肺炎链球菌、流行感冒，拢是安尼做出来。新冠肺炎的预防针就是家己的抗原，就是足2倍，做这种促单元的预防针。台湾的高端就是安尼做，啊，美国嘛有安尼做，就是即马要来的 Novavax， 啊，美国有另外一种叫做 Covovax， 啊，这种的好处就是副作用较少，啊，个人注料拢无啥物尴尬。因为这种传统的预防针就注料无啥物尴尬，啊，这新冠肺炎的预防针嘛是注料无啥物尴尬。有别种预防针注料你就感觉啊，有发烧啊、落屎啊，有感觉疼，问题足侪，但是这较袂好。啊，这个就是上特殊的，也是上新的技术，就是用病毒微传物质的预防针，这是新世代的技术，这以后有可能会着Nobel Prize 有可能啦，因为以前嘛无预防针是安尼做的，啊，这做就是足紧的，1年就做出来。这是安怎做？就是病毒，我需要伊的卵白质，但是我毋是直接摕伊的卵白质，我就是甲伊内底的这信息，就是伊的 RNA 直接注射伫人的身躯内底。啊，这段 RNA 就伫人的细胞内底直接做我需要的卵白质出来。啊，人
细胞看到即种两第一个有免疫反应，会做抗体出来。啊，有名的即上出名的即莫德纳、Pfizer、BNT， 即拢是用即种技术。啊，伊好处嘛是做即研究做出来足紧的，抗体真悬。啊，但是缺点是啥物？就是伊啊冷冻，因为这是红的足无稳定的，所以伊若是运送的时阵啊，你着爱用冷冻的，袂使就是一般的冰箱，一般的冰箱迄个温度无够低。啊，副作用是较济，啊，尤其是心肌炎，有人注料就是一串啊，慢慢疼，啊，结果是这心肌炎。啊，其实毋管是做药啊，还是做预防针，拢足困难的。传统做一种药啊出来，预防针嘛是一种药啊，上头就是爱做细胞的实验、动物的实验，伫人的体外做试验。啊，你爱有合理的根据，你爱讲出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个物件会有效果？啊，若是你会当说服别人以后，会当做人体试验。人体试验有分做第1期、第2期、第3期，啊上饲料，搁有第4期。啊，第1期是啥物？第1期就是看这住健康的人会安怎无。啊，通常做的人毋是讲足济，10个人到100个人左右啦。啊，上重要就是看安全性是安怎，有安全无，所以用健康的人来做。啊，第2期啊，就是开始做病人啊，有病人嘛，有健康的人。啊，主要是要看这剂量是偌济，会有效果，啊，佮安全性是安怎。啊，人可能较济，差不多100到1000个。啊，第3期就开始爱知影讲，伫一定的剂量，到底效果是偌好。啊，这个时阵要求就足严格哦，爱分做2组，一组是病人，就是叫做实验组；一组是健康的人，叫做对照组。因为你若是甲做病人啊，做病人我感觉足有效的啊，效果足好的。啊，但是你做健康的人，嘛是共款啊，就是2组拢无啥物改变，啊，你代表讲这无一定是有效果啊。但是讲做健康的人发现讲，这健康的人做即种以后啊，电到有足侪病出来，安尼嘛袂使。所以啊，佮爱用双盲就是讲双盲的意思就是讲。做实验的人甲病人拢毋知影伊是注啥物药啊，因为我若是甲你讲，这个药啊效果足好的哦，你食了1礼拜就会好啊，你可能就足欢喜的，我摕着一种足有效果的药啊，我转去了，结果1礼拜以后，真正感觉有较好哦，啊你回报的时阵，我镜头拢好啊，你若是知影讲，我摕着的毋是药啊，是啉水尔，我就感觉这一定是无效果的，我1礼拜以后我回报的时阵就讲。啊，我镜头足济，我佫会疼，佫会扫啊，安怎？所以袂当互伊知影讲伊摕着的是啥物药啊？做研究的人嘛是，照顾伊的医生嘛是。这医生若是知影讲，这个病人是做实验的，是做即种药啊，我可能照顾伊会较认真。因为我想要证明即种药啊是有效果啊，所以袂当互伊知影，即爱是2个人拢毋知影，病人毋知影，做研究的人嘛毋知影，安尼才会准啊。所以做即种人体试验是足严格，啊，做的人嘛爱足济，叫2000个到10000个以上。啊，上饲料毋是安尼就刷，是爱伫真实的世界，嘛爱看伊个效果甲安全性。有几啊种药啊上饲料后，才发现讲，有几啊个病人啊，食即种药啊以后会出问题，啊后来讲，袂使继续啊，即爱撤啊。袂使去继续卖啊，啊，但是啊，这爱做偌久？这可能就爱可能5年，啊，这可能2-3年，这嘛2-3年，这可能嘛3-4年，啊，到第4期以后可能是10年的时间。啊，即马当咧流行啊，新冠肺炎出来，我做一种预防针，20年的时间，安尼敢袂用尽？这就袂赴啊，你病拢无去啊，人拢死了啊。啊！你这个时阵才甲药啊摕出来，那是无可能啊。所以后来啊，就爱有另外一种方法，这叫做啥物方法？但是对预防针吼，就是讲第2期你上少
是证明是安全的，啊，伊做少少的人知影应该是有效果啦，来有一种替代的方式，就是将一针仔附伫咧菜这啦，叫做免着食，就是讲直接用盐的啦，因为就是咱知影讲盐火，你若是有对迄种种两百有抗体，应该就代表讲你有免疫力，所以着盐中和抗体，安尼就好啊。若是有即种抗体，可能就代表讲你是较袂着病。当然，这毋是上直接的啦，上直接就是爱真正去注足侪人，看因会着病无。但是安尼爱伤久，你伤久啊，所以就直接安尼验出来，抗体较悬，安尼就证明你是有效果的，所以就做紧急授权。预防车治疗毋是随做的随有效哦，因为这是后天性的免疫，这人的身躯内底伊嘛爱学啦，伊嘛咧读册，就是伊毋是读过你就会晓啊，你爱读几啊摆以后你才会晓。预防车治疗因要认捌即种外来的抗原，因嘛爱有一段时间慢慢学会晓，这个时间差不多2-3礼拜，所以你治疗的2-3礼拜的时间，着病的机会才会达到较少。预防车效果是安怎算？这是较学术的代志啦。有人会讲，做这种预防车，伊的效果是80%，就是讲95%，这到底是安怎算出来？这是安尼，就是拄则有讲啊，做试验的时阵有分做对照组甲实验组，就是注射的迄组啦，注射组。若是当中有，这嘛有100个人，这嘛有100个人，伫对照组就是无住的。其中有10个人着病，有住的敢若2个人着病，伊的效果就是安尼算，就是讲，就是安尼啊，就是减2%，就是80%，伊减少80%的机会着病，就叫做80%。所以迄阵咧做试验的时阵，较出名即3种，迄阵就做条咧查啥呢？查讲BNT 效果95%，莫德纳效果94%，AZ 效果70%，伊是较歹，敢是安尼？咱看数字，敢若是安尼，其实毋是，为虾米毋是？因为因毋是做伙做的，若是即3种，伊是对共一个族群的人咧做。可能你会当安尼讲，共一个时间，共一个族群的人，安尼你会当安尼讲，但伊毋是，因是即个做即个，迄个做迄个，族群嘛无共款，国家嘛无共款，时间嘛无共款，安尼即个效果你袂当安尼比较啊。但是我做试验的时阵有变种出来，即种变种较俗，注意风车效果本地就较歹，安尼对我无公平啊。这就是 AZ 啦。有人讲这效果较歹，其实毋是安尼，这是因为做试验的所在时间、年龄嘛有影响。若是我做的拢是30-40岁的人，安尼我一定是足有效，因为拢袂动症，我效果100%。若是我做的拢是60岁以上的，可能效果就较歹。搁来讲就是讲目标啦，到底目标是安怎？这注预防车目标其实毋是互你莫着病，是预防动症，莫互你死啊，莫互你变做莫互你带家户病吧。着病若是着感冒，安尼嘛袂安怎？预防车副作用像咧 mRNA 的预防车，莫德纳 BNT 这2种啦。上出名的副作用就是心肌炎啦，甲心包膜炎，这就是心脏的肉甲心脏外口的一层咧发炎。发炎的时阵，症头可能就是会喘啊，会感觉心脏皮肤菜啊，会感觉心跳足紧的会感觉疼其中查甫甲查某比起来，查某较济，年纪上济就是12岁到24岁，这个族群，
100万人，会有遮尔侪人着心肌炎甲心包膜炎。第二声搁较侪，差不多是1万个人有半个到1个人。啊，台湾啊，这一开始的时阵拢无预防针，所以大家拢足着急的，对。啊，就真感谢遮尔侪国家愿意捐预防针互台湾啦，日本啊、美国，日本捐足侪摆，美国嘛是，啊，立陶宛、捷克、啊，斯洛伐克啊、啊，波兰，对啊，这以后大家当去旅行啦。啊，第三部分就是讲动片仔的代志啦，快胎甲有伤检验到底是咧验啥物？你动片仔到底是动倒位啊？动片仔是动足深的，就即个人啊，即一支名机安尼动落，你是到这上后壁，所以咧动片仔的时阵，动作无爽快，感觉你要靠迄种感觉。啊，伊会分做快胎甲复生。这两种，复生就是验复生。其实唔是，其实是电向较深的就无，唔是复生。你若是向电管被动到较深的所在，我动，因为伊的方向唔是安尼，其实是直直入去。对啊，就是安尼。啊，其实唔呐，其实咧采检的时阵，咧动片的时阵啊，有几个所在会当验，就是鼻孔的头前啦、后壁，啊，口咽嘛是，就是哪后，啊，喙烂最近嘛有，这拢会当验。啊，当然理论上啦，传统讲上准是爱动到后壁去啦，就是爱到鼻咽啦，就是到鼻孔的后壁，这是上准，因为这边的病毒上侪。啊，但是咧做的时阵啊，毋是讲大人拢有法度遮尔上，尤其是家己动家己的时阵，因为你感觉疼着毋敢家己名仔机动甲伤轻，啊，所以后来嘛有发现就是鼻仔头前啊、鼻孔的头前啊，是讲用喙烂就有法度验的，啊，当然迄较无遐尔准啦。如果你若验袂着，就代表讲病毒嘛是真济。啊，快胎的时阵是安怎？快胎就是你会先加一寡水啊，倒入去即个气管内底，啊，你鼻仔动动咧，就爱伫迄水内底拉拉，因为你会甲迄病毒游入去即个水内底，啊，倒滑以后滴去即个盘仔顶管，啊，这盘到底是咧做啥？为虾米会有咧一条线是两条线出来？啊，大家敢知影这个意思？这搁一个是代表讲你着病啊，两条线嘛，两条线啊，这个这啥物？这就是无病嘛，啊，这个咧，这就是拍气啊，这嘛是拍气啊，对。物件歹去啊，你摕着歹去的物件，品质无好啊。啊，其实吼，这种快胎伊嘛是一种抗原加抗体的反应。拄则讲过啊，就是抗原抗体的反应是人的身躯内底嘛，人的身躯内底有一寡抗体人放外来的抗原，啊，这个反应，就互人利用伫快胎。快胎啊，迄两条线的所在，它就有抗体，啊，抗体会去掠病毒，因为病毒的身躯顶就有抗原，啊，伊若是掠着病毒，伊就有色出来，可能就是红色。伊迄个抗体顶方有红色，伊若是掠着病毒，就有红色的物件出来。啊，所以这就是验着有线的迄个色的原因。啊，其实较复杂的是安尼啊，较复杂就是讲。病毒滴伫遮，啊，伊头前先有一寡抗体，这个抗体会先去掠病毒，掠病毒以后，这两条线的所在，第一条线嘛是咧掠病毒，第二条线是去
掠头前的抗体。所以为虾米像拄则，即讲歹去，死无线，就是讲掠袂着头前的抗体，这就是品质无好啊。好，过来，骨酸检验是安怎检验？这是验虾米？拄则是验抗原，就是验病毒身躯顶的物件。即摆咧验的是验病毒的微传物质，就是伊的 RNA。这嘛是用一寡方法啦，去看伊有无。若是有即段有即条，伊嘛会卷起来，就是验着伊会卷。大家一直听讲啊，即个人病毒是偌济，讲即个 CT 值，即个到底是啥物意思？即个意思就是讲啊，举例来讲啦，若是有一条有验着，我就会卷。但是卷起来，即个卷足红的。若是有30条，伊就有若像30%电火，30%电火就较卷啊。但是我咧看的时阵，人咧看的时阵，我迄30%我才看会到，1%我是看袂到的。30%才有够光，我才看会到。30只病毒，我才看会到。所以即摆若30只，伊1摆做1摆，我就看会到啊。这 CT 就是 cycle threshold 循环数，就是即做1摆，我就看会到，就是即。若是即摆干那15只做1摆的时阵，我还看袂到；做2摆我才看会到。安尼就是2。所以即个数量啊，愈少就代表病毒愈济，就是即个意思。通常超过30就是较袂拖，病毒足少的，我爱做超过30摆，才有法度看到病毒。的意思，较简单讲是安尼。所以真方便。但是哦，伊会有伪阴性。啥物是伪阴性？就是讲你明明是有病，但是验袂到，这个叫做伪阴性，就是阴性是假的意思。为啥物有伪阴性？上济就是你动鼻仔动无够深啦。无遐尼强，所以安尼拉的内底无啥物病毒验袂出来。但是这足方便，就是流行期间，若是流行期间得病的人足济，你逐个人拢去病院做 PCR， 安尼病院会客满，无法度看病就伤济人所以即摆就是讲你快太严重，就算讲你是确诊你就是得病最后一个就是讲新冠肺炎的重症。重症其实有算有即3种啦，肺炎、脑炎，搁即种叫做多系统发炎症候群。肺炎是安怎？若即种病毒会有肺炎，一般的人其他的细菌病毒拢嘛会造成肺炎。肺炎是即种就常常会看到病啦。即种 COVID-19 新冠肺炎嘛会造成肺炎，伊就叫做新冠肺炎啦。所以上头就是肺炎的症头。肺炎其实就是细胞咧发炎啦，发炎的时阵这气泡内底就像是浸伫水里，所以人会袂喘气。本来应该是空气的所在拢变做水所以人会袂喘气。伫这电光片内底这边是正面的细胞，这是倒面的细胞，中是心脏。心脏是白的，肺部是黑的，中这不是发炎这是心脏，虽然伊是白，但是肺部咧发炎的时阵，伊会拢白白，这规个拢糊糊，这就是个发炎，这嘛是个发炎。这是健康的细胞，拢黑黑，因空气伫这电光片内底是黑的。脑炎就是脑咧发炎，因为这病毒会全身躯走去脑，造成发炎的时阵就是脑炎。脑炎的症头就是伊的意识会有变化，可能人拢神袂食饭你问伊物件伊嘛无反应，问伊代志伊无反应，逐工拢咧困，嘛有反胃，就是一直抽筋，吐一直吐嘛有可能，
啊，这是真正的，就是伫阮云林病院咧照顾一个脑炎的囡仔，啊内底人咧穿甲咧全身躯拢包起来，你咧足热的，流规身躯汗，啊有人叫这穿起来那像是个土仔衫，因为咧规身躯拢白土仔。啊，第三个是多系统发炎症候群，伊的英语就是叫做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的 MIS 啦，有人叫 MIS。啊，囡仔就是 MIS C， 大人就是 MIS A， 囡仔会较济。啊，这是啥物？就是讲，病毒感染以后，伫6礼拜以内会有发烧，啊，甲两个器官受到影响。讲肠啊、肝啊、肺部啊，还是讲心脏啊、血管啊，这受到影响就叫做这个系统发炎症候群。啊，所以有可能的症头是腹肚疼、落屎、吐啊、出血、全身躯出血啊、目睭充血、啊较咸，这拢有可能。啊，为虾米有动症呢？动症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病毒本身。因为病毒在复制的时阵啊，伊就会寄生伫细胞内底，所以病毒的迫害这是一个原因。因为病毒侵入细胞的时阵，细胞就会死去。啊，一个是不受控制的发炎反应。发炎的时阵，其实发炎这个反应是人咧对抗病毒的一个反应。人为什么会发烧？因为发烧这个温度啊，病毒还是细菌拢无爱。病毒甲细菌上介意的就是人本来的温度，啊，所以人咧发炎时阵温度称悬，就是互病毒甲细菌无一个因无介意的环境，啊，佮会出动足侪啥物血球啊、白血球啊、淋巴球啊去抗体啊去对抗这病毒，但是这个发炎反应伤严重的时阵，就毋若对抗病毒嘛会。甲人的身躯造成迫害，好的发炎是好的，啊，但是过度的发炎就无好啊。所以啊，咧治疗的时阵就两种药啊，一种是治疗病毒、抗病毒的药啊，啊，一种就是治疗发炎，互身躯发炎莫遐尼严重。如果嘛用这个就是美国仙丹啊、类固醇这款的药啊，嘛有用免疫Q200这种，这拢是对抗发炎的上，互身躯莫发炎甲遮尔严重。啊，症头啊，若是轻症，其实轻症就甲感冒足像的分袂出来，就是感冒的症头啦。啊，有的人会好小可落屎啊、舔头啊、头疼啊、拍脚掌啊、嗽啊安尼。中症的意思就是爱大医啊，可能小可会喘哦、上手较低。还是讲有脱水的症头食袂落会吐，啊，足严重的头疼。啊，重症的意思就是爱带加护病房啊，有性命的危险，喘袂过啊，喙唇看起来乌乌，空色，啊，皮肤冷吱吱，循环无好，啊，分袂毋知人，还是胸较慢疼到足严重要昏去啊。哦，所以啊，风险较悬的病人像。即写的食较老的慢性病较济啊，啊有一寡问题，阮咧咧食药较大颗的，免疫有问题食薰，啊，这就爱预防性用抗病毒的药啊。啊，其实最近啊，拄着足侪人咧问这种问题啦，就问讲我若是煮这肺炎链球菌的预防针，还是煮这脑膜炎球菌的预防针，敢有法度预防新冠肺炎？这当然是无可能啊！为什么无可能？因为这个是无共款的病啊，无共款的病，你对新冠肺炎就只做新冠肺炎的预防针，啊，你这种病就是做这种病预防针，这种病预防针无法度预防别种病，因为这种抗原抗体的反应拢是一对一个对一个。好，啊，这是最近的报告啦。7月10号，伊讲安怎呢？伊讲为正月初1到7月初9，
轻症无症头的人占99.55%的病人，啊中症、重症就是安尼，就是无到1%啦。好，啊所以啊，有人在问讲，嘿，啊对这种病啊，到底食啥物会好？还是讲我敢有法度咧着病的时阵啊，食啥物药仔会好？这会使安尼讲啦，食啥物99.5%会好？空气嘛会好啦，食水嘛会好，食饭嘛会好，因为轻症就占99%啊，所以食啥物拢会好啦。所以较重要的是，你若是中症还是重症，爱治疗。哦，就像拄则讲的，就是爱用抗病毒的药啊，还是爱抗发炎的药啊，迄是较重要。啊，你若是轻症，不管你食啥，拢会好啦，你喘几就会好啦。好，啊，过来啊，这位这个病刚开始的时阵，有人咧讲啊，说啊最近啊，应该是讲最近啊，因为最近得病的人较侪啊，所以有人咧讲啊，逐工吼拢因为新冠肺炎死足侪人哦，逐工拢有报告啊，即工是死100几个啊，啊最近讲啊，总算是无到100个啊，这一个，过来啊，拄开始注预防车的时阵，会讲注预防车死足侪人诶，啥人啥物注预防车3工就伫厝里昏倒啊，就死啊，啥人这注了1礼拜就中风啊，这敢有关系？来，这就哪像是吼，即马着癌的人愈来愈侪，愈来愈无健康，安尼讲敢有道理？啊，过来食食牙、食牙。食甲粉的人啊，食甲粉的人较好食，敢是因为伊食食甲粉才较好食？还是其实伊是有较好食，才买会起即种粉？过来哦，即摆吼，骑摩托摆摔破头的大部分拢有戴安全帽啊。即句话安尼讲是对的哦，对啊，即摆。摔破头壳拢有戴安全帽啊，为虾米？因为大家拢有戴安全帽啊，无人无戴安全帽啊，所以摔破头壳大部分拢有戴安全帽啊。但是安尼敢代表讲戴安全帽啊无安全，所以才会摔破头壳，无一定哦。所以哦，大家知影讲，这是有关联，但是毋是因果，就是即两项代志，即句话。讲的像讲第一句，逐工拢因为新冠肺炎死足侪人，这袂使安尼讲，为虾米？因为即马咧统计的，迄写伫死亡的迄条内底，是所有死的人，啊有着新冠肺炎即种病毒的有偌济，但是伊无一定是因为新冠肺炎才死去，伊可能本来就要死啊，啊伊拄好。着病，啊所以炎压有，啊所以伊就写伫内底，这叫做初死亡率啦。啊，但是毋是疾病死亡率，但是讲疾病死亡率，就是讲伊真正无啥物其他的病，啊，但是伊是因为即种病毒，所以引起伊的死亡，安尼才是疾病死亡率。啊，有人可能就是感冒，啊本来就足严重啊，啊拄好爱着病，啊时阵嘛死。啊，我嘛拄过是管病的医师，啊伊兜的是大人啦，就是本来就严重，啊伊伫咧治疗咧安宁嘛，啊迄阵就是过往的迄天就严重，新冠肺炎，伊正常拢毋知，啊安尼伊即个病例嘛会互人写伫新冠肺炎甲死亡的加一个。啊，但是这就是有关联啦，但是这是不是因果啦？好，啊，注意风车死足侪人，为虾米？头起咧注意风车的时阵是注虾米人？拢先注是个人，对，因为伊较危险，啊，伊本来就较危险，毋管是毋是有着病，啊，迄个骨痛病嘛较济，啊，所以
我若是住的人拢是90岁以上，哦，一年的死亡率唔知影偌悬的。对，我若是住的拢是20岁到30岁的，当然就较低啊。所以这嘛是有关联，但是无因果。当然这着癌的人愈来愈侪，愈来愈无健康。着癌的人愈来愈侪，这句话是对的。即马着癌的人愈来愈侪，是为什么着癌的人愈来愈侪？是因为较健康，是因为人活甲愈来愈老。老本来就是着癌的一种危险。为什么以前的人较袂着癌？对早就死去啊！你无机会啊。你无得命就走呀。对啊，可能啥物车祸就死啊，还是讲肺炎就死啊，无法度治疗啊。传染病就死啊，即马传染病愈来愈少啊，所以你才有机会食到愈来愈老，食到较老就着癌啊。所以这是因为你愈来愈健康，所以才会着癌。这当然主要讲的是因为你好野才会食薰，食这种较贵的薰。毋是因为你食这才会较好养，所以这嘛毋是因果，这两个有关联，但是无因果。这就是有治安全无，因为大家拢有治安全无，当然有小块头块拢有治安全无啊。好，所以讲到结尾，第一就是新冠肺炎是中国来的，毋是叫新冠肺炎就毋是中国来的，就是中国来的。顶摆的 SARS 嘛是中国来的，这拢是中国来的礼物。第二吼，就是爱相信科学，相信预防针，因为这拢是经过足严格研究以后才做出来的。毋是无白甲你话讲你食这就会好，因为你99%拢会好。这是真正有做过研究的。过来就是吼。喙癌嘛，顿的啦。20年以前有 SARS，最近有这 COVID， 保定着20年以后会安怎？可能会搁有疫情啦。这应该一阵拢会来一摆啊。我会记咧20年以前 SARS 的时阵大家就一直咧讲迄个拢杀无喙癌啦。20年以后嘛是安尼。所以即马喙癌伫咧放伫厝里啊，20年以后可能会用到啊。有效打无去？袂啦，因为这袂歹去啊。有效敢？这无啥物有效啊，这就是互你别人咧扫的时阵，莫直接互你咧烂手碰着你啊。好啦，那就多谢大家。林医生真清楚咧即个上台分析毋知咱在座有啥物问题要甲林医生请教的会当举手。多谢林医师讲得真好你使去100%了，无简单，尤其是这医学迄个专业的即种的真牛啦！第二就是讲，你甲迄落说医学的用到足浅的迄落，连阮这拢听有，拢听得足清楚的真正是无简单。好佳在我今仔日有来探真济啊！我有2个问题要请教医师，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拄仔开始大家咧注意风险的时阵，拢毋知要算讲要 AZ 较好啊，还是讲迄个其他的迄个。像你讲的，讲你 AZ 你若做第2摆、第3摆效果就较无好啊。以你的看法，就是讲，注意风险是爱选，还是讲凊彩啦，对一项拢好。你若做到第1、第2、第3、第4，是要爱安怎，互伊的组织较好的，就是讲，你是要变 AZ 这边啥物货，还是讲拢凊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因为即马就是要大家要共存嘛，就是讲你会当创啥，若要出去出国，你的看法是安怎？爱安怎准备这些？第一个问题就是预防针，那讲较简单就是凊彩啦。对，讲较复杂就是，第1社、第2社，甲第3、第4是无共款。就讲因为拄则有讲这 AZ 啦，做第3社以后，
就较无效果，所以即马政府嘛会讲，第三车、第四车嘛无 AZ 即个选择，其实照政策就好啦，你有法度注定，因为即款预防车拢是经过实验，拢是有效果的，所以就你迄阵有法度注着啥，你就注，其实安尼就好啊，因为拢有效果。啊，副作用其实就在人啦，有人会有副作用，有人无。啊，真正注着一种，啊，迄种你副作用较严重，后一摆你就选另外一种就好啊。但是讲就是注副作用上低的，像讲高端，但是讲即摆新入来迄个 Novavax 嘛会使，迄上无较无副作用。啊，第二个就是出国啦，出国就是出国较歹处理的问题是。其实大家感觉是第二啦，就是讲你出去也是入来，尤其是转来国内的时阵，你爱关偌久的时间，即放假歹处理啦。无你出国其实嘛无问题。啊，毋过吼，有诶外国，因已经用尽到无咧插即个病啊。就是讲真正甲伊当做感冒，你感冒也是流行感冒，你敢有讲大家要坐飞机也是咧落飞机的时阵，你嘛爱验无啊？因着甲这动作就是你看感冒，无人咧验啊，嘛无人咧管你到底有注意风啥无？是讲你是有着病无？因着甲你当做感冒啊。啊，所以真正去一寡国家，你着病机会较济啦。转来你验着就条线，啊，迄就要管较久。这是较歹处理的问题啦。啊，其实你要出国嘛是会使。啊，但是预防车爱做啦，因为真正做预防车了。你若真正着病较袂重症，若拢治了啊，要出国其实会使。有其他要问还是要分享哈？多谢李医师，我嘛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迄个，即摆已经有足侪人拢买着病毒啊，就是进前敢若有一个学家就是讲，若是已经买着病毒啊，迄就是天然的第四式。啊，若是安尼是啊，买着病毒了后的人，啊，敢有搁需要做第四式？啊，歹势搁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是囡仔，就是因为即摆6个月以上的囡仔一定会当开始做啊。啊，若是就是亲像之前讲的，若是因嘛买过病毒啊，到底是需要做无？啊，若是会用做是偌久以后，就是买着病毒了后偌久以后会当做？多谢。其实这两个问题答案是共款的啦，就是若着病是天然的第四式，这无毋对，因为当然就是轻症啦，就是轻症，你无造成你足大的问题，你就是天然的第四式，你身躯内底就较悬的抗体。啊，即摆建议就是讲，你着病以后3个月以后，嘛是爱搁做原本你爱做的预防针，等较久的时间，但是3个月以后嘛是爱做。啊，要做的理由是讲，因为这病毒会变来变去，有足侪变种出来。啊，虽然即摆流行这Omicron啊，若是较注意新闻嘛有讲啊，这Omicron嘛有分做几啊种，即摆是啥物Omicron的 BA2， 啊，伊嘛有啥物 BA4、BA5 出来，啊，迄个传染能力更较厉害，较会传，啊，所以若是伊变来变去，啊，你无搁做，啊，可能你的抗体就较低。啊，当然讲实在啦，第一式、第二式预防重症的效果是足好的。啊，但是搁做第三式、第四式以后啊，效果讲实在，就是甲进前无差遐尔济。当然你做的时阵，你的抗体会较悬。伫迄个时阵做了可能1个月，你的抗体会称悬，所以伫迄个时阵，你预防传染的效果会较好。啊，但是搁来，迄抗体一定会愈来愈低，愈来愈低。啊，但是嘛是会当预防重症。啊，但是你要主动传播的能力就较无啊。啊，囡仔嘛是囡仔，若是着病，你嘛囡仔着病嘛是99%拢是轻症啦。啊，轻症以后过3个月嘛是爱搁注意防下，啊嘛是为着即种新的一种变种病毒。
哎，李明先刚要顺续讲一下你对台语家庭的一寡迄个经验甲乐事咧运用者。啊对啊，其实以前嘛是无啥咧讲啦，就是聊聊会晓爱听有差不多80%啦。啊，但是要讲就是袂认得啊。头去去训练的时阵，嘛甲别人咧讲台语，伊就讲啊，你说国语就好了。啊就哦好。啊，毋过后来真正有发生是要有囡仔的时阵啦，因为我感觉迄阵我的台语就足无练转啊，啊若是叫无甲伊讲台语，啊伊绝对是听无嘛袂晓讲，啊所以就伊迄个时阵就发生爱家己的台语练好好，啊所以他上头是想要讲，啊但想要讲你就爱查，因为足侪物件拢毋知影嘛，所以爱查的时阵就查着字典啊。啊，查着字典，伊就有声音，会放声音出来嘛，看到伊的拼音。所以你才会拢查网络字典。嘿，拢查网络的。啊，看到拼音，其实豆豆就会晓啊。你查换当的时间就会晓拼啊。啊，会晓拼，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功夫，因为你会晓拼音就毋免逐项物件爱问别人。就心里有点真快。对，你看字典，你看拼音，你就知影是安怎念啊。啊，佫会当矫正家己的发音啦。你讲者，你即摆讲着行业，我突然间想着，为什么即阵啊保密关，较歹时，讲死较侪行业啊，这敢有特别的意义啊？其实我感觉是着病的人，本来就较济，因为着病的人足济，所以虽然比例是无悬，啊，但是就有较济囡仔有特症。啊，但是真正就是前一阵仔，一个是因为国境啦，即收甲足好诶，甲病例拢挡伫国外，啊，国内无啥物病例，啊，佫种2、3种变种像阿尔法、Delta，毋知为啥就较袂喂着囡仔。啊，即摆奥密克戎就是囡仔就真正较济，啊，感染诶数量济，啊，重症就有一定诶比例，虽然即个比例毋是足悬。可能比1%较少，啊，但是你比1%较少，你有10000个人，就有100个啊。啊，所以就较济啊，真正是较济，看到较济，啊，但是这应该是感染的人较济，像讲今年的正月到7月就有全台湾啊400万个人着病啊，拄则迄张有。啊，囡仔是其中偌济，我无确定，毋过真正是可能足侪囡仔，其实大部分拢是轻症啦。啊，毋过感染的人侪就有重症，这一定流行感冒嘛是安尼。逐年佫像肠病毒嘛是安尼，肠病毒逐年拢咧流行，这2年无，这2年是因为大家喙仔拢怪，手拢洗清气，所以无肠病毒啊。啊，逐年肠病毒嘛是会死啊，嘛是会死人。所以伊无真特别的意义咧。当然就是镜头无共款，较特殊的就是最近看到台湾囡仔着病啊，脑炎的比例比国外较济。即摆也毋知影为虾米，可能甲台湾人的基因有关系，就是体质啦，阮个体质有关系。啊，但是真正毋知影为虾米。面册 Facebook 的为重要，佮其实毋是讲足食要写文章啦，会使讲看。是是写我拢写台文啊。无写台文，我要先甲介绍李书理吼，我是请教一个问题吼。因为这几啊年咧，台湾的人口老化就介快速安尼是，啊，经过这2-3冬的这个肺炎安尼是在传吼，其实我是感觉讲真侪个老伙仔，因为尤其是住伫安阳院个老伙仔，就是因的行动可能就受着限制，啊，退化速度加足紧安尼，啊，所以我是想着讲，虽然讲咱的政策吼。虽然拢咧讲，大家爱渐渐来甲即个疫情来调整，但是对着老伙仔来讲，伊就是较懒啊，伊抵抗力较无够。啊，所以我想要请教讲，医师对着
对着强存这个概念吼，因为这甲咱的老伙仔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冲突啦。啊，毋知迄个医师安怎来看这个问题安尼是？感谢。对强存的看法咯，我的想法是安尼，因为即摆当然这无共的抗战政策爱无共款，就是对，但是着病足严重，动作会较济，就是你爱家己主动啊，镜头较轻的着强存。啊，即摆这个奥密克戎其实你要家己动，实在是动袂掉，完全无法度。中国上海啊，就是即摆新闻，就是因的想法也是想要家己动啊，啥物拢爱动，啊人拢啥物行毋知影几步的这距离都有动机啊的所在，就是你爱摕着阴性的证明，才有法度行离开你恁兜的外园以外。啊，像安养医也是较老的，着病会较严重，因为伊本来身躯会病着较济，这无毋对。但可能会当做的就是家己注意防啥，预防啥会当预防重症，啊，佮若真正着病的身躯本来慢性病较济，就是爱预防性用药啊，安尼会当预防重症，其实这效果是袂歹。啊，但是为着这若是要限制大家生活吼，我感觉迄个底期是袂使，就是讲去年5月的时阵，拄开始咧传，啊，迄阵1个月、2个月的时间，叫大家莫出门啊，莫去旅游啊，啊，莫伫餐厅食饭，这是袂使。啊，但伤久大家其实嘛挡袂掉，啊，足侪行业可能会倒去。啊，愈向你看即摆大家，其实你嘛无法度叫大家莫做，因为大家拢家己去做啊。所以其实我是同意啊，即摆世界大部分的区域国家嘛拢是安尼做，对即摆奥密克戎的政策啊，有的国家比台湾佫放较了，就是完全无咧管，就讲随来去就家己当做真正流感嘛。啊，其实就足趣味的代志，就大家即摆拢咧注意即种病，就是新冠肺炎。啊，但是敢真正死较侪人，我死较侪人是讲全部的病哦。因为虽然即种病较济，但是其他病较少啊。即2年拢无咧流行感冒，跟病种嘛较无。啊，大家因为咧喙暗拢挂条条，所以传染病拢较少啊。所以其实前1年啊，台湾啊，是讲其他有的国家嘛去统计讲咧，真正咧1年内底啊，因为传染病死的人较少呢。虽然因为新冠肺炎的人较济。啊，但是因为其他病死的人较少，啊，总共安尼是较少。医师你好，我想要请教吼，拄仔你讲咱爱相信科学嘛，就是尽量就是应该注意防遮就爱做吼。啊，敢有一寡人，比如讲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伊就讲因囡仔细汉的时阵，就讲心脏有问题，啊，即摆毋是讲爱注意防啥，可能什物心肌炎等等的啊，安尼爱安怎去决定讲即个代志安怎处理，就是要做。当然，要做还是卖做，这拢是大家人家己的决定，这无毋对。但是照建议啦，标准的建议，讲较简单的就是爱做啦，就是因为资料真正重就会较少，啊有啥物状况是袂当做的，其实无啥，无啥物状况是袂当做的，就像讲细汉时阵心脏的问题，心肌炎的机会嘛袂较济。因为这是完全无共款的问题，除非讲你资料真正有发生心肌炎，啊第二下就莫做共款的。啊，袂因为讲你本来心脏问题，像你本来心脏有寡症头，因为较会心肝较疼，还是讲有心律不正，啊去做心肌炎就较严重，拢袂。我就激动啦，因为阮这个妈妈团哦，我目睭放记记，我头仔看到林明书啊，我叫是伊是高中生，结果伊的代志讲了，我感觉真正是扑落了吼，够受气的啊！因为我是你的老爸的铁粉啊，啊，你妈妈是我的学姐，我今绝对爱来，然后因为我足感动，就是讲。像伊遮少年的医生会当讲遮好的台语哦，
我实在是，我感觉足感动啦吼！啊，咱台湾真正有愿望啊，所以咱搁啊，土声搁啊吹落去。